要打三。以为拿把。防守讲话，讲话啊！你要。篮板，篮板，对，一号号在哪里？1号。退，好，退了。单边，好抢！猛气抓人啊，防守啊！来，积极哦，加油！空切啊！好球，稳罚。打手，黄金。哎，稳传哦。来 ，Go！ 不要太死，动一下。跟下脚步。好球！抓人啊！猛击走人。猛击走人。一冲你走人。裁判，你没有抓人啊！对。不要往外面点，外面那个。哎，刚才是中梦的啦。这边啊。中梦是中梦，因为每次都是来这个哪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不用拘泥那个。不行，讲话。中梦单。大步。他自己要补分。下。